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揮，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胡適啊，可以說是又是坐了一回過山車吧。沪指啊，玩了一把高開低走，再拉回來，然後啊，收了一根陰線。A 股三大指數集體收漲，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0.05%，相當於沒漲啊。深指漲0.37%，創業板指數漲0.31%，北證50漲0.63%，上海、深圳、北京三個市场啊，全天成交額1.74萬億，較上個交易日啊縮量2430億，就是大幅縮量啊。現在三個市場加一起才1.74萬億，可見這個反彈啊是多麼的虛弱啊。不過啊，好消息是漲多跌少啊，4228家上漲，1100家下跌，算是对上個一周啊對這個金融消費者一個補償啊，打了5巴掌。上一周啊連續扇了5巴掌，本周一給個糖安撫一下。可以說這個大盤啊走的是有氣無力啊，這種反抽的走勢啊，縮量說明這個危險啊並沒有解除，明天說不定又要暴跌啊。這個就是支撐它上漲的邏輯啊，似乎對吧都不那麼牢靠，這就是為什麼成交量大幅萎縮的原因啊。我們看看這個海外機構怎麼看待胡適的啊。現在這個高盛啊可以說是扯着嗓子啊唱多胡適，已經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啊。財聯社11月24日訊，高盛首席中國股票策略師劉進金日前表示啊，人工智能引領的中國股票上漲遠非泡沫。就是你們都說啊，這個人工智能泡沫的，但是那只有美國有泡沫啊，或者其他市場有泡沫，這個中國市场人工智能没有泡沫，因为中国科技公司仍有空间通过专注于 AI 应用来提升估值和盈利。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别管搞得怎么样，但是你说它赚钱，它已经开始赚钱了啊，对吧？这是 AI 应用啊，我们已经实现了盈利，用来割韭菜也能盈利啊。刘进金上周晚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与美国专注于算力的战略不同，中国将更多资金投向人工智能应用領域，這就是應用在割韭菜上啊，應用在審查上面，應用在這個算命，對吧？已經開始收費了嗎？對吧？詐騙犯已經用上了 AI 了啊，這讓投資者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內，中國 AI 的商業化變現能力可能更強。關鍵問題在於企業如何將 AI 相關產品需求轉化為實際收益。他表示啊，相對於美國專注於應用的中國公司估值仍要合理得多。這還不算啊，這高盛啊還覺得這樣說還不夠，同時還預測啊，到2027年中國股票有望進一步上漲30%，全球投資者越來越願意探索中國市場的投資機會，他們認識到中國市場尤其是科技和 AI 領域具有強勁的增長潛力。此外，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瑞銀近日相繼發表了對中國股票的看漲觀點。你要問他是實盤還是模擬盤，保證一問一個不吱聲啊。這還不夠啊，這還不夠啊。這個新浪證券報道啊，說這個外資啊減持韓國股市，轉向投資中國 ETF。 你看看，不光是喜歡咱們的胡適，而且還賣韓國的股市啊。韓國股市再次出現動盪，儘管今年下半年伊始，市場曾因5000點預期而一片火熱，但近期氛圍急捲之下，韓國政府已採取口頭干預措施，但美元對韓元匯率仍飆升至1480關口附近，韓元價值連日下挫，外資投資者紛紛加速撤出，拖累韓國股市下行。隨着對人工智能泡沫的擔憂，你看啊，人工智能泡沫僅僅指的是海外啊，在咱們這兒沒有人工智能泡沫，就是人家創新的那是有泡沫的，你這個彎道超車的啊，你這個對標的沒有泡沫，一定要記住了啊。說這個海外啊對人工智能泡沫的擔憂加劇，以及美國經濟衰退疑慮升溫。美國經濟衰退了啊，記住了，美國通脹，但是它經濟在衰退，咱們雖然在通縮，但是我們的經濟穩中向好。這個局勢啊，局面沒有變化。那由於投資者啊，對吧，對這些的疑慮啊，導致韓國綜合股價指數最終跌破3900點大關，較一周前下跌3.95%。你看，人家一周跌了3.95%，那外國投資者就拿腳投票了啊，賣出然後買咱們的股票，因為咱們這沒有泡沫啊，咱們這人工智能都是賺錢的啊。韓國交易所21日公布數據顯示，本月以來，外資在除4個交易日外的幾乎所
所有交易日均呈現净賣出，太严重了啊，太严重啊！外資撤離明顯提速。韓國跟咱们不一樣啊，韓國撤離的外資啊，那都是高質量的啊，新增的外資那都是低質量的，這個應該這麼理解啊。咱們這邊啊，雖然到10月份呢，今年前10個月利用外資創了新低，但是我們那高質量的多了啊，我們少的是低質量的。所以你看看，雖然韓國的外資多了，但是它多的都是低質量的，沒有意義啊，白忙。所以高質量的這個韓國的外資現在要到中國來買股票了。你看看，哎，這麼一解釋你就明白了啊。拋售壓力主要集中在大型半導體板塊，包括 SK 海力士和三星電子。韓媒報道稱啊，隨着 AI 泡沫論持續發酵，全球半導體板塊普遍進入調整。來，風景咱們這邊讀好啊，外資在韓國科技板塊的系統性減倉更趨明顯。與此同時，外資在韓國股市中的持股佔比也同步下降。本月以來，以市值計算的外資持股比重從 35.5% 降至 34.7%。你這麼一說還真是啊，這個韓國的外資啊持股居然有 35% 啊！我記得前不久這個監管部門不已經說了嗎？外資持股啊，咱們胡適啊只有 3% 呢，或者照人家差10幾倍啊，怪不得有空間哈！他在韓國持股 35%， 咱們這只有 3%， 估計啊那剩下的都是模擬盘呢。與撤離韓國股市同步發生的是外資資產配置方向顯著轉移，中國科技板塊成為主要流入地之一。在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市場中，外資的投資偏好變化更加直觀。與10月持續加碼韓國本土股票型 ETF 勢頭不同，近期外資明顯轉向海外股票型 ETF， 尤其是中國科技類產品。總之啊，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就是外資啊，高質量的外資啊，賣出韓國股票，買入中國股票。我們再看看這個國內的機構是怎麼看待胡適的啊？10大券商看後市。澎湃新聞報道啊，說上周 A 股遭遇較大幅度波動，進入11月最後一個交易周，市場行情將如何演繹？澎湃新聞搜集了10家券商的觀點，大部分券商認為，雖然近期海外環境出現較多擾動，帶動包括 A 股在內的全球市場波動，但隨着市場風險大幅釋放，也帶來了增持的良機，後續 A 股指數仍存在繼續走強的基礎。他羅列了10家券商的觀點，這個反正都差不多啊，大同小異。你叫信則靈啊，這玩意兒跟送算命一樣，跟那個老中醫一樣啊，你信則靈，心誠則靈。這個李大霄啊，最近說啊，他說那個4300點呢，4000這個030點吧，就是前期創的那個新高啊，是今年胡適的新高。大家也知道啊，李大霄老師要這樣說的話，那就相當於是背叛了革命，对吧？属於唱空啊。那言下之意，就接下來反彈也不會超過，對吧？前期高點，那個就是今年的高點。這個猶如一盆涼水啊，潑在這些金融消費者的腦袋上呢。這是寒冬臘月的，對吧？一盆涼水啊，叫透心涼啊。券商怎麼說啊？不重要啊，重要的我們看一看這個胡適又發生了什麼。這個首先啊，是央視新聞報道啊，這個名字好長啊，我來念一下啊。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原黨委委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證監會紀檢監察組原組長王慧民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經查，王慧民喪失理想信念，背棄初心使命，背離黨中央關於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擅權妄為，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後果，違反中央8項規定精神，違規接受宴請，組織原則缺失，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職工錄用等工作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還有這個縱容默許親屬、特定關係人利用其職權或者職務影響謀取私利，關鍵是家風不正對家人失管失教，執紀違紀，執法犯法，大搞利益交換，大肆收錢斂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上市、定增融資、職務晉升等方面謀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這個王慧明啊，這後面還很長啊，咱就不念了。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老說啊，这個村裡面，对吧？村長、副村長抓了一批又一批的，哎，就是監管這個市場的監管有問題，哎，監管的也有問題。這個王慧明啊，他就是監管的，是不是這個邏輯啊？他是中紀委、國家監委駐證監會的紀檢監察組組長嘛，那就相當於來監督監管的。我告訴你啊，這就是胡適為什麼不能炒的原因。我一直說啊，每一個股票後面都住着一個神仙，你相信這樣的監管嗎？這監管都有問題啊！你看看，在他人企業上市、定增融資、職務晉升方面牟利，那些企業為什麼找他上市啊？定增為什麼找他？肯定是條件達不到嘛。按照規則，你就是不能幹，但是人家默許，對吧？人家點個頭，你就能幹。那倒霉的是誰呢？倒霉的就是那些啊，今天賺了1、2個點的，叫他喜滋滋的，然後說啊，你看你看不準吧？就這種人得有多傻，对吧？稍微掙個10%，就認為自己是巴菲特。那真正的巴菲特是誰啊？真正的巴菲特是王慧明，對吧？保賺不賠，大號鐮刀在後面等着割你。監管都有問題。那監管有沒有問題呢？鬼知道啊！如果你這個企業上市啊，遵紀守法，對吧？完全合規合法，你也不用找人呢，一定是有貓膩的，劣幣逐良幣啊！真正不需要找人的，你恐怕上不了啊！偏是那些需要找人的才能上。这个紀檢組組長說，在扶貧這塊曲解了國家的政策。這個我個人推測啊，因為這個沒有媒體報道，應該是3、5年前吧，或者5、6年前，應該監管部門是有個政策的，什麼貧困縣，對吧？貧困地區有名額，就是給你，比如1個和2個上市公司的名額，你可以這個彎道超車。那給你一個上市公司，對吧？你那個縣貧困縣不就一下就融資，對吧？一下就好了嗎？我想是不是跟這個政策有關係？這個說明什麼問題呢？這就說明了，對吧？你這樣的胡適啊，它就不是一個正經的啊，這個資本市場，它完全是個功利性，就是什麼，就是為了解決什麼難題、解決問題的，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胡適來解決。胡適誰解決呢？胡適就是這些自以為是的韭菜掏錢，對吧？自以為是的賭徒，你只能仰仗你們來掏錢呢，對吧？怎麼脫貧啊？哎，他認為這樣可以脫貧，給他貧困縣一個上市公司名額，哎，韭菜一買他股票，股價一上去，對吧？然後他再這個套現，或者是人家再增發拿到錢再去收購本縣的企業，稅收也多了，對吧？國資委套現，那不錢不就多了嗎？我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啊，就是說他這個資本市場，它不是什麼公平的啊，一個什麼讓投資者和融資者大家都能公平交易，得到公正啊透明的一些這種金融活動，它純粹是為了解決問題。然後這個證券專家啊，吳小球說啊，要讓埋雷的牢底坐穿。吳小球說，富人不怕罰款，怕坐牢。第10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11月23日在上海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國家1級教授吳小球出席並演講。吳小球指出啊，上市公司財務造假事件頻出，股民踩雷，為了杜絕這種現象，就該加強相關刑法，提高市場透明度。埋雷的人要讓他牢底坐穿。還補充到，富人不怕罰款，怕坐牢，罰款500萬元人家無所謂，但是你讓他坐10年、20年牢就不敢了。這個吳教授說的也對啊，對吧？你富人你罰到500萬，那就是罰酒3杯，意義不大。你讓他坐牢，牢底坐穿。但是吳教授啊，他搞錯對象了。這個市場這麼亂，股民頻頻踩雷，這個雷誰買的？這個雷是富人買的嗎？對吧？所以說吳教授恐怕也只敢說一半吧，對吧？不敢往深層次說啊。監管都已經抓起來了，埋雷的是誰啊？你富人有資格去埋雷嗎？對吧？誰有權利誰埋雷？這些富人啊，這些所謂的大股東，充其量是幫兇啊，是白手套。對吧？沒有這個紀檢組組長默許，富人有這個資格去埋雷嗎？這個財新網報道啊，說中信證券原執委陳軍失聯超半月。這個中信證券的執委啊，失聯超半個月，那肯定是對吧？去交代問題了。為什麼交代問題呢？財新網說啊，2位接近中信證券的人士均稱，陳軍過去與證監會發行部部分官員走得較近，其中多少屬於公務溝通，多少涉及私人交往，在倒查壓力下可能被重新檢視。陳軍此次失聯的時間點恰逢證監會原發行部副主任郭旭東主動投案不久。發行部副主任呢，就是管 IPO 的，
這個副主任這主動投案，在強大的壓力下啊，夜不能寐啊，睡不着啊，只好啊主動投案。市场一度猜測陈军或因此案被迁出。不过，据财新多方面了解，相比郭旭東說，陳軍早年與發行部4處原處長楊嬌紅私交更深，近年來亦常有往來，二人經常相約打高爾夫。有認識陳軍的人士說啊，陳軍早年確曾教楊嬌紅打球。今年8月，楊嬌紅官宣被查。你看啊，證監會那些發行部的人、副主任啊，這個什麼2處、4處處長。這可是監管呢，就這樣人去監管資本市場，和老鼠去扛粮倉，然後還沒有監督，不是一樣嗎？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呢，監管那也是為了讓金融消費者對吧，更好的沉浸式體驗呢。哎，我們再看啊，這個新浪財經報道啊，說11月24日消息，國投產業研究院院長、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尚文已從公司離職。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目前已查詢不到高尚文的相關信息。這個高尚文大家知道吧？這也不多介紹了啊。這是繼這個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傅鹏啊離職之後，又一位首席經濟學家離職。共同點啊，就是這兩位都是那種敢說的，也不能說叫敢說吧，就是說他發言的基調啊，讓有關部門啊感覺到，他就是在唱空。作為經濟學家不容易嘛，对吧？說假話良心會痛啊，說真話會丟飯碗。你看啊，這個傅鵬啊，高尚文就是那種說真話丟飯碗，殺了公雞啊，天就不會亮，大概就這意思啊。天亮啊，還是那些公雞叫的，你公雞要不叫，天恐怕不會亮。傅鵬和高尚文說的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能不能說才是最重要，能不能暢所欲言，對吧？經濟學家敢不敢提出自己的觀點，這個是最重要的。哎，如果你連自己的病根都不知道，或者不允許討論病根，那你怎麼治病呢？最後只好不承認有病啊，身體很健康。刚才說的是監管的監管，對吧？還有監管有問題。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適啊，這些機構。中國經營報報道啊，說券商自營再爆老鼠倉，機構信息隔離牆待補漏。日前，黑龍江證監局披露了一則券商老鼠倉交易被罰案例。處罰決定書顯示，時任某券商證券投資部總經理湯某明因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從業人員違規買賣股票等行為，被處以470萬元罰款。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多家券商因老鼠倉行為被監管部門處罰，這也暴露出券商內控薄弱環節，信息隔離牆制度還應進一步完善。不是一家券商啊，是多家券商。那看樣子老鼠倉這個行為啊，是相對來說比較普遍的一種行為，也就是這種金融消費者啊，你要知道你在跟誰交易啊，对吧？券商的老鼠倉，多位業內人士表示，近年來機構老鼠倉涉案人員從投資端崗位轉向 IT 崗位，各級監管機構應積極加快監管技術革新，並豐富處罰手段，加大處罰力度，大幅提升老鼠倉違法成本，對該違法行為形成有力打擊和震懾。大家還記得這個前不久報道的這個換方量化梁文峰的那個量化基金啊，對吧？他的 IT 部負責人是林某吧？公司割韭菜之餘，他也順便啊偷着模仿照着割，一年割了9000萬。你說金融消費者怎麼可能賺到錢呢？這還是個零和博弈市场，对吧？方方面面都要賺錢啊！這個社保基金要賺錢，國家隊要賺錢，保險資金也要賺錢，老鼠倉當然要賺錢，監管要賺錢，監管的監管也要賺錢。那你說誰出錢？國家稅收對吧？還要錢，那印花稅嘛，抽稅，那只能是金融消費者掏錢啊，對吧？然後還有很多金融消費者琢磨着自己在裡面還能賺到錢，還要發家致富，還要財務自由，不瘋才怪呢。我們看胡一金老師啊，這胡一金老師啊，他發了個評論啊，他評論這個最近啊，好像網上比較火的一個叫真人版偷甘蔗遊戲，說近日啊，四川眉山童先生甘蔗地因真人版偷甘蔗游戲走紅，顧客不僅可以體驗自助偷甘蔗，同時現場還設有 NPC 巡邏抓捕顧客，無論是否被 NPC 逮到，甘蔗統一定價為9.9元一根。大家看視頻啊，偷來的甘蔗就是嘎嘎甜，終於能正大光明的偷了。事情的起因是四川眉山一家真人版開心農場上線，這裡夜間開放偷甘蔗服務，一切自助，全憑自覺，被抓到是15塊9一根，沒被抓到就是9塊9一根，還為大家配備了砍甘蔗的刀具、手電筒，安排了真人 NPC 和狗狗 NPC 追擊偷甘蔗的人。如今
每當夜幕降臨時，眾多年輕人手持手電筒穿梭在甘蔗地，身後跟着舉着喇叭的 NPC， 還有狂吠的小狗緊追不捨，畫面宛如現實版貓鼠大戰，情緒價值直接拉滿。參與者直言，找回了兒時偷甘蔗心跳感，躲避 NPC 時瞬間夢回田間大逃亡，甚至有游客被抓後主動化身 NPC 協助追捕，形成趣味閉環。還有網友表示，我和閨蜜玩不了，一進去就哈哈哈，多遠都能聽到我們的笑聲。而此時老板還沒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這將是他和狗狗最後的清閒時光。現在這幾天物業高得非常的，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網友說我的狗呢，我自己家喂的狗已經累得不行了，現在只能增加真正NPC 了。以前是營業到24小時，現在只能營業到凌晨3點鐘了哈。這波甘蔗狂歡，實則是鄉村資源與城市需求的精準對接。這林中遊客與 NPC 笑鬧追逐，正大光明偷甘蔗，已成為當代人对抗生活庸常的浪漫出口。也就是最近啊，說那個真人版偷甘蔗农場異常火爆，由于夜晚前来體驗的遊客過多，老板甚至不得不採取勸退方式，讓顧客發朋友圈吐槽這裡不好玩，呼籲朋友們別前來。胡鑫老師啊，對這個做了一個評論啊，他說啊，擔心這個偷甘蔗遊戲啊在晚上火起來，可能會有人質疑它的價值導向，從而產生麻煩。希望老胡的擔心是多餘的。老胡擔心啊，這玩意兒在網上傳的太多了，導致大家對吧，不知道什麼叫偷，不知道什麼叫買，以偷為榮，竊對吧，不為偷。那個孔乙己說的吧。其實這個事情啊，也沒什麼好評論的，對吧？這玩意兒有個幾天，它會熱度就下去了。老板在這叫呼，那也是他自找的，無非就是搞流量。也是想对吧，搞出点花樣出來，無非就是很多人啊，想體驗沉浸式體驗，這個就跟那個胡適是一樣的啊，沉浸式體驗，對吧？以為去偷着甘蔗不用花錢，找刺激，和散戶進入胡適差不多，自欺欺人呢。說到甘蔗啊，我很專業啊，对吧？沒有種過甘蔗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甘蔗多辛苦。我看了一下啊，他這個農場的這甘蔗，我感覺品種不是太好。現在的甘蔗應該是那種廣西的那種紫皮的，對吧？那種甘蔗糖分多啊，甜度高，應該是這樣子。但是也許我很長時間啊沒接觸甘蔗了。我們小時候農村地裡啊，那個路兩邊都種着成片成片的甘蔗，看不到頭，叫甘蔗林，有點像青紗帳，密不透風啊。那個甘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要剝那個甘蔗，它不是一節一節的嗎？它每長一節啊，你就把那個上面外面那一層那個甘蔗葉子給它扒掉，那個甘蔗葉子就像锯齒一樣的，拉在臉上，拉在手上，就是一個血痕。所以小時候這個到甘蔗地裡去这個扒這個甘蔗葉子，那簡直是地獄般的啊，苦不堪言。這種偷甘蔗遊戲啊，所謂火恐怕也是他自己對吧？這個要搞流量自己吹的啊。最近啊，關於這個特朗普啊搞的這個28條投降計劃，對吧？深深刺痛了這個烏克蘭還有歐洲啊，以及其他熱愛這個和平啊、熱愛正義的人士。胡鑫老師也做了評論啊，胡鑫老師評論特別長，但是這個咱就不念了啊。胡鑫老師把這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啊，他是完全按照俄爹的敘事方式，認為就是澤連斯基要求加入北約，所以招致俄羅斯的打擊，並且認為啊，俄羅斯在什麼盧甘斯克、顿涅茨克還有這個烏東4個州啊舉行了選舉，那這地方就歸俄羅斯。對這種行為啊，他是認可的，就這意思啊，他沒有任何批評啊，這個譴責。這場戰爭沒有給烏克蘭帶來任何利益。當初澤連斯基政府冒進要加入北約，這個目標被戰爭徹底打黃了。他們想收復烏東地區俄羅斯人自行宣布政權控制的土地，結果比那些土地大得多的領土被俄羅斯正式劃入版圖。為了加入北約的虛幻目標，他們丟了大片土地，死了至少數十萬烏克蘭軍人和平民，全國各地被炸得千瘡百孔。之前很多烏克蘭人和西方人视澤連斯基為英雄，但當塵埃落定之後，西方輿論將如何看他，烏克蘭民眾又將如何對待他，有很大不確定性。澤連斯基本人表示，一旦實現和平，他將卸任總統。烏克蘭的命運是地缘政治變局之下一個不幸小國的悲劇，也是一個弱小力量與強大力量貿然拉橫結仇並且處死對抗的悲劇。當然，這是今天這個時點上很多人的感慨，歷史學家們也許會思考得更深。這是胡鑫老師的評論啊，通過胡鑫老師評論呢，我粗略的知道啊，雖然上一周啊胡適有點恐慌啊，但是胡鑫老師應該是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所以他的人性啊，基本上已被泯灭了啊。就是这些头部黄额啊，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忆这个，对吧？某些国家150万领土被人割了，某些国家，对吧？也是通过别人公投，大片的领土划了出去。乌克蘭虽然弱小，但是人家在反抗。某些國家號稱，對吧？世界強國，屁都不敢放一個。這些黃鵝啊，跪在額爹面前比孝順，看誰更孝順，卷孝順呢。然後他指別人是漢奸，對吧？跟他意見不一致的都是漢奸呢。大侄子，這不是黑白顛倒嗎？胡錫進老師的人性啊，和他的虧損狀況成正比，和他的盈利狀況啊成反比，只能是這麼一個結論了。你說他沒有人性嗎？他是有一點的啊，但是這個若隱若現。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